睇通兩本性，做人特別醒。LESC2。大家好，我係 Sir Lam。你有冇覺得人係好難捉摸㗎？你覺得一個人係好好先生，點知佢嬲起上嚟可能絕到嚇親你？你覺得某君成日笑笑口，點知佢對自己嘅要求挑剔到有啲恐怖？睇人真係好難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其實我哋好自然淨係睇一個人把口同佢個樣，但係佢個心同佢個腦係點諗嘅，我哋真係睇唔到。LEST2 想講嘅就係呢個好簡單，但係好多人忽略嘅事實，就係每個人都有兩面。第一層我稱之為外在本性，即係你平日同人相處緊最常用嘅模式。而第二層同樣重要，時刻同你同在嘅內在本性。而一個人嘅內耗同埋矛盾，往往係因為來自於呢兩個本性嘅差異化。一個外表溫和到乜都話好嘅人入邊，可能同時有一個一定要話事嘅自己，所以佢成日好耐之後，自己就喺度激緊氣。另一個外表好開心，好似冇煩惱嘅人入邊，可能住咗一個乜都要做到滿分嘅自己，所以佢可以玩得好開心、好癲，但係佢同時對自己亦都係好恨。你以為嘅軟弱，可能佢裡面嘅強悍喺度暫時休息緊；你以為嘅隨便，可能裏邊嘅完美主義者未開口啫。所以唔好用一個標籤去 label 一個人，尤其是係判斷你自己。你有時覺得攰，可能唔係你嘅能力唔夠，而係你個外在本性同內在本性喺度開緊戰。我設計咗一個好簡單嘅 LEST2 本性組合測試，唔係幫你揾標籤，而係幫你揾到呢兩個你，同埋點樣使到呢兩個本性相處得更好，使到你自己舒服。Video 說明有個連結俾大家㗎啦，3-4分鐘就馬上知道結果。睇過有乜問題嘅話，大家可以再傾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